嚟到樓市指南針啦，電話旁邊揾嚟就係長益地產總裁汪敦敬，同你傾傾近排咧新界樓盤短炒獲利個案嘅。汪生，你好，係啊，接頭係。哇，雖然咧地緣局勢咧都拖累住嚇近排股市有個回調啦，但係似乎嗰個樓市氣氛咧冇話有好大嘅影響喎。尤其見到啲二手市場咧有一啲咧話短炒獲利嘅個案，咁我哋可以講下一兩個俾大家聽下嘅。譬如北角城市花園呢一個3房單位，喺7個月內咧係2度短炒獲利，單位升值咗大約係2成2嘅。嗱，如果翻查埋近排成交記錄咧，短炒獲利個案咧集中喺新界西啊、屯門啊、天水圍、元朗呢一頭咧，全部持貨都係不足10個月㗎。哇！睇埋咧元朗好景樓咧，一個接近50年嘅舊樓啊，嗰個漲幅最犀利，設立之後咧漲幅最多嘅二手成交嚟嘅。咁啊，佢賺咗成180萬係嘛？咁啊近排見到短炒個案咧，短線炒高7%至到76%都有嘅。咁我上下限都幾闊下嘅。點解汪生同你解救一下咧？點解嗰個環球金融市場啲波動都冇影響、冇嚇怕到本地樓市成交咧？我諗環球係好亂嘅，但係香港個經濟處境咧就即係可能所謂東升西降啦，就我哋處境較好咧。我諗睇兩個數字可以解釋到，第一就係啲資金顯然就有好多係由西方過咗嚟啦。咁就第二就係喺息口，我哋都即係政府控制得幾好，即係喺嗰個即係 H 按嗰度有一個好大幅嘅減啦。咁即係話我哋嘅市場因素咧，其實係改善咗嘅。咁至於話短炒嗰個獲利咧，我相信暫時我睇翻嗰個賣出價，如果就睇翻賣出價咧，同埋個收穫咧係正常嘅，即係正常意思即係話市場上應該係有少少炒樓活動，但係唔應該佔太多，咁個份量冇佔太多。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，我哋仲可以講多少少就係話，有好多因為入市嘅時候係6-7個月前啦。咁即係話係咩咧？係嗰段時間仲有死雞執，即係所謂俗語講執死雞手。咁佢買價平，佢喺一個比較人心即係比較負面嘅時候，佢買到較平嘅價錢。咁佢而家用一個正常穩定啲嘅市場個價賣出，咁佢哋嗰個獲利咧係一個合理嘅範圍嘅。咁最緊要暫時而家呢個情況咧就只係有2個睇法咯，就係第一個睇法就係話短炒獲利嗰個勢頭係起咗啦，但係暫時仲係正常。第二咧，短炒嗰個獲利個案咧就可以俾到整體用家市場做咗個探月增效應，咁即係似乎都係一個正面咯嚇。好嗱，呢一批人士賺到咧就係人氣我取啦。另外一個原因點解幫到樓價咁升，就啱啱汪生講咗係嗰個息口啊嘛。但問題係你有冇信心個息口真係咁樣持續 keep 喺個低位先？嗱，我哋要知道咧，息口浮動嘅，咁但係息口浮動之餘咧，我哋要即係我哋借按揭去買樓，一定要預一個較大嗰個波幅嚟做一個自我做壓力測試，因為雖然而家個制度有少少改變啦，但係自己都要同自己做壓力測試。嗱，我哋如果準備好風險啦，我哋就可以即係睇清楚件事咧。咁似乎暫時好多人都係對嗰個即係較低息嘅情況咧，就比較樂觀嘅，即係持續比較樂觀咯。包括咗摩根都係啦，即係大摩都係有出報告咧，佢都係將呢個 Q 低息嗰個因素咧，就當係一個中期嘅因素去評估啊。咁似乎即係話唔單止香港，就算即係西方嘅機構，甚至話有時話對家嗰個睇法咧，對息口睇法都係比較長遠咯嚇。好，咁我哋不如特別講下咧，屯門兆康 Novoland 啦，一單短炒獲利個案嚇，咁揸咗8個月，帳面獲利4%，雖然唔多啦，但係近排你見到 Novoland 嗰個租務咧相當之威水，好熾熱嘅。6月整體租務咧，其實有70%咧都係嚟自 Novoland 嘅。部分單位呎租都對到成50蚊，咁啊，究竟係咪即係踏入嗰個租務旺季咧？所以令到 Novoland 咧特別受歡迎咧。而家回報率大概幾多度咧？Novoland 嗰個情況係比較暢旺嘅，無論租賣都有個改善，即係比較早時咧有個改善嘅情況嘅。咁當然啦，我未必同意佢係
佔咗個租務佔咗嗰個local 成交60%，咁我呢個唔同，因為好多都成個市場都多咗好多租嘅成交啊。咁但係有一樣嘢可以解釋到佢最近嗰個情況點解比較理想咧？因為咧其實 local land 係分好多期入伙嘅，但係最近嗰期係4月嘅，即係入伙嘅時候。或者入咗伙新入伙半年咧，半年內咧個租務係會活躍，但係咧就租金亦唔會平，即係抵租。因為大家都同一時間嗰陣時成日放出嚟租啊嘛。咁變咗咧就係如果你買 local land 收租咧，一定要預所有新樓唔係淨係 local land，佢啱入伙嘅時候會比較多成交，但係比較平租啲。咁但係長遠就即係應該市場應該係好有信心，因為 local land 個起咗出嚟個市場效果都幾理想。咁而嗰個 local land 嗰個無論租咧或者就算二手嘅轉讓咧，都開始有咗個即係勢頭㗎。咁變咗就係話，當然一手佢仲喺度賣緊啦，咁都係好吸引，都係好吸睛啦。咁個好評都唔錯嘅，咁相信都會樂觀嘅嚇。好，咁啊，因為時間關係嚇，咁啊，汪生就傾到呢一度，咁啊，大家留意住啦嚇，Novaland 個壓軸3尾期都會部署今個月底推售啊，到時咧有機會再問阿汪生點睇啦嚇。